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有一首古早的歌谣叫做《草蜢仔人家讲》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“人了昂人”第7条。读人这是读白音，人有表演的意思，像讲人布地喜羊仔，人使人量。另外这里人嘛有创治的意思，像咱讲戏人人囡仔。另外嘛有术数的意思，像讲棉被若是要拍，就要先人咧，这个意思就是要先术数咧。另外戏法，咱讲变高人。这里文音读做long，了往long，同款是第7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人老，这个词可能大家较青分。这个意思是讲古早乌头西公替亡者超度了后，会表演人老人跋才会特技。第二个词读做变高人，本地意思是讲训练高山仔来表演，也就是做高器。落尾训话来讲，会当讲是无正经表演的方式，变戏法，或者是甲人创治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乌头西公替人超度了后，就会表演一寡特技，叫做人老。有的功夫无够，亲像变高人，即马已经真罕咧看，敢若会当入咧一寡电视节目才看会到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人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long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